乡亲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3月19，旧历的2月26，礼拜四。新冠病毒的疫情伫全球大流行，美国道琼指数阁大落到7338点，加上台湾确诊的病例突破到100例，市场惊吓的情绪拓开。今仔日的台北股市盘中是大落超过650点，掼破到9000点的大关，创下到2016年7月以来的新低点。金管会主委顾立雄出面来发话，讲这个疫情总是有过去的一天，呼吁投资人要有信心。这个国安基金下晡5点，嘛会开会决定，看是毋是要进场来护盘。今仔日的台北股市上尾也是大落537点，以8681点来收盘。这一只鹅已经快得病得冰冰一息了，你现在这个时候再拔它的毛，请问这只鹅活得下去吗？立法院办公厅会讨论政府要怎协助业者面临疫情的影响。上总副理事长柯树波话讲减税救股市，百业萧条，所以救股市是绝对必须要做的工作。满肺炎，大家拢会惊，加上美国的股市大败，台湾的股市要落662点，破9000点的大关。今日除夕，宽达股台积电开盘就落5块半到235块半，可能是因为台积电伫昨发表声明讲有员工确诊武汉肺炎，正在病院接受治疗。因为公司强调讲营运无受影响。大家应该还是要有一个信心，就是说疫情在一定的时间之内一定会被控制。市场的信心无够，10年线失守国安基金下晡5点伫行政院的召开会议，决定敢要入场护盘。这次上面只是我们一直都在有在密切观察这个情势，他们决定要开会的。面对美国纽约证交所因为有交易员确诊，将交易大厅关起来，全面改用电子交易。台湾已经开始实施分开办公，证交所更加采取3个所在办公的方式，适合要将这个影响降到最近。